哟，大家暗安啊！大家暗安，大家好，我是火箭顶的网络好厝边，真久无开这个单纯开讲啊，对无？大家足久无看，敢有足久无看？我那算应该嘛算一种足久无看啦。真久无安尼，就是单独，敢是安尼讲，单独甲大家来讲话就对。大家晚安啊！上个来是这们啊，创个接暗安环境，个一头六个车暗安环境，个有马子弟暗安环境，个有阿酸暗安环境，个有阿良暗安环境，个有阿芬暗安环境。恁好，足久无看，做想着，哪会讲甲遮尔啊直接人的秘书啦，甚至啊做日，还是你是讲昨做日是咧创啥？咱是。昨有咧，做这我无开啊，对吧？做这我应该无开，做这应该是前天吼。昨是伫伊利遐，有出现。做这是有投资马志啦，是有去别人遐 call in，是的，确实有影真罕见。对，我真正最近较无咧开即个单纯的杂谈，较无咧开单纯的开讲，对无？拢是做一寡企划的较济，也是甲别人合作的较济。今日主题是主题，对啦，大家会当看，先叫鸟美国水暗暝环境，大家会当看到咱今仔日即个铺排吼，大家看会出来是咧主题无毋对耶，所以今日主题就是来主题，互大家即个电子偏芳，蜂糖生活，敢毋咱叫你阿心暗暝环境你来啊！年年秀花红，长雕铁树开，三仙坐下降，福禄敢是秀先来。我的文读读甲咪咪毛毛，若是有读毋对的，当甲我讲一下。好暧昧哦，单独说话，你要开始养家了吗？并无，饲家爪较有可能。昨真正有看到一只家爪。害我要惊死！家纸即种物件真正足麻烦的，就算你家己的厝看甲足清气的，伊要是迄个莫名其妙会出现的，有些甚至就毋是你的问题，有些可能恁兜是足清气，毋过你的厝边隔壁若是无清气的时阵，厝边隔壁厝里的家纸会走来你遮，这嘛是真困扰。塞菲尔暗暝环境你来。塞菲尔拍台文，我有听讲最近你有咧讲台语是哦，哎哟，无简单啊，塞菲尔，袂歹，塞菲尔这气质温柔的，这个像妖怪女王，若是讲台湾话，一定是足好听的啦。大家当去甲支持，毋过伊拢伫迄个Twitch活动较济哈。昨是做日是台语的前天，对，无毋对。开起来念开好。水暗暝环境你来啊！我过来读一个年年秀花，是秀花啊，秀花，年年秀花红，还是秀花红？年年秀，若要倒句是，我毋知呢。红甲港才有倒句，年年秀花红，长雕铁树开。三仙坐下降，福禄寿仙来，敢是寿仙来，敢是红哦，真正是红哦，足困难的，年年秀花红，长雕铁树开，三仙坐下降，福禄寿仙来，敢是我的文读真正是读甲咪咪毛毛，最近赛菲尔台语是愈来愈好，原来。袂歹啊，加讲就是愈来愈高讲啊，对啊，台语就是这样子嘛，台语就不是很厉害才能开始讲啊，就是越讲才会越厉害，所以开始不厉害，讲一讲就变厉害了，对不对？对不对啊，塞菲尔，同意吗？对不对？请说同意，不然我会很尴尬。知道了，所以要把自己家里的蟑螂丢去邻居家，不要乱讲，不可以。呼噜同学平安，暗暝环境你来，火姐会晓讲bản身的，袂晓什么意思？bản身的官话，bản身的官话是啥物话？bản身是啥物？我无读册，我是一种戏对无？讲是bản身是一种戏，纯
因的官话是啥物话？我毋知。因的官话是啥物话？我无看过呢。我足侪迄个传统的戏曲，我拢无看过真正的，嘿，真正无看过。哦，真正念花哦，福嘿福是念福无毋对。鸡卷好食，伊头是暗顿食鸡卷哦，敢是？大家暗顿食啥？对啊，我头拄有调查对无？我头拄有调查讲暗顿食了未？有83%的人已经有食过，有17%的人还未啊。这17%的人哪会遮可怜？敢是安尼讲？是安怎9点还要食暗顿啊？是安怎？是安怎？恁是迄个无用工课，还袂好食，还袂食求建议。哎哟，真正迄个无用甲还无倒食饭啥？本身伫歌仔戏甲布袋戏咧开始搬进前，定着爱搬的。哦，原来是安尼哦，原来是安尼。哦，这我真正毋知，这我真正毋知。五桂鱼暗暝欢迎你来，好暗顿着食五桂鱼好啊。有人咧烦恼讲暗顿毋知要食啥，大家会当互伊一寡建议啊。师傅讲2包饭也袂歹，嘛袂歹。看一下大个要红光可怜靠啊！毋是大家毋是上介意互煮饭咩？敢毋是？敢无？哈，鸟味古水嘛，还袂食暗顿哦，太安尼。官话是搬戏的时阵专门咧用的言语，平常时的台语发音无够。这我毋知，这我真正毋知。我搁知影有一种嘛是特殊的台湾的特别的语言，叫做金蕉白话，敢是？迄嘛淡薄仔困难，迄我嘛袂晓讲。大家若是有兴趣会使研究一下，还是你做够共教的，你会使来甲我教，我会想要知影要安怎来讲。伊头拍啥物煮意大利面好啊，水啊！我嘛足爱食意大利面，虽然我暂时无想要食遐济淀粉，毋过好食的有影是好食。我过去会惊到一届会惊，2届会听，3届你就会当倒5届伊拼。好啦，无啦，搁咧黑白讲话。好，阿玲要食2包，2包饭哦，食清饭哦，食煞吃，敢若会当食迄个有诶迄个10箍就1包饭，你着食2包或者2包饭啊，原来是安尼。拄着要西京搬戏，就需要暂停改演半仙啊，原来不是半仙半仙对吧？改演半仙哦，鸟鼻古水已经食，可能是别人好。嗨，咪猫猫暗暗，你是咪猫猫对吧？对，咪猫猫暗暗欢迎你来。呼噜同学要袂枵，无想要食，好袂要紧，袂枵的省一顿的钱。敢是安尼讲，袂枵的通好省一顿。无有时迄个要安怎讲，生活嘛是无好过，敢是？做官若清廉，着食饭着交清廉，还是清？即是安怎读？清廉好，着甲恁讲我台语无清廉哦，原来是清廉。做官若清廉，着食饭交盐，敢是？以早会当食着盐嘛，算袂歹啊。敢是？迄是偌以早。毋过我看书顶有清廉呢，真正有清廉呢，因为安尼才甲迄个搅盐才有斗句啊。迄暗顿食鸡仔肉便当，我足久无食鸡仔肉，我嘛爱食鸡仔肉。鸡仔肉就是迄个鸡仔配迄肉，着拄好有无？迄个有时迄个肉较粗，还是安怎？迄个食迄鸡仔，鸡仔搁切切，迄味搁。互你迄个较袂感觉较会鲜，真袂歹，真袂歹。佮肉足赞，对啊，足久无食青草较好吼。啥物意思？是敢是讲咱赛菲尔嘛足久无食着青草的，迄个足可怜，迄个拢无钱，因为拢迄个要扣税，有个人纳税金纳袂出来，敢是？盐吼，对啊，盐甲廉才有斗句，所以应该读廉对吧？做官若清廉，着食饭搅盐。学着一句，食饭搅盐啊，然后血压着伤悬。食甲伤好，加血压高，水尾对人走，敢是？阿水嘛爱食鸡仔肉吼。红梅暗暗欢迎。红梅，我要安怎甲你叫较好？我若要用台语甲你叫，敢是叫你红梅？
敢是？还是我叫你阿梅？敢会当叫你阿梅？阿梅阿曼欢迎你来，会当直接食咸蛋啊，灰色嘛会使，嘿，灰色算是有爱食咸的。嘿，毋知伊敢无咧看我的台？应该啊无，伊若有偷看嘛，无得开声。嘿，伊嘛我都直接食咸蛋呢，就这种粗饱，准备要行黄泉咯。敢有遮严重？但是便当爱一包，少年以前便当爱50的日子，迄足久以前啊。即马迄个世界迄个便当拢起甲足贵的，应该要找着50块的便当，应该是恶找啊啦，应该是即马要找拢较找无啊。YI 对吧 ？YI 晚安啊，欢迎来。早安，好久不见。早安，好，早安。原来今天是全台语吗？我开台大概有一半，或是一半以上，可能有一半以上哦，都会是全台语的。对，所以这就是我较惯习。我比较习惯，就是对，反正就是你随便点开一个台，那个随便点开一个陈火蛇的直播，发现是全台语的几率应该蛮高的。欧拉夫要。晚安，安安，欢迎，欧拉夫，晚安。不要再说食物了，好饿啊，救命！哈，你不是说你边吃边看吗？有吃饭，但在读书，分心看阿慧都是阿慧的问题。对啊，你不是有边吃饭吗？还是你边吃边饿，吃不够，食不够？啊，那安呢？敢是迄个因为是少年家，当咧大所以爱加食过，是这样吗？50块通我找着槟榔啊！我是没在吃槟榔，我唔知。原来咸蛋大家不会直接吃吗？对吧？咸蛋应该通常可以直接吃吧？或是如果觉得那个吃下去负担太大的话，是不是会有一些比较豪奢的吃法，就是只吃蛋黄不吃蛋白？但那有点太豪奢了。像我这种上街要贵掠去的人是无得安尼食的。但是你的名是狄小秋，敢是叫你狄小秋？是我叫你阿秋的，敢袂使？阿秋的阿蛮欢迎啊，欢迎你来。今日才食着不是，今日才食着60的便当，哇！太俗，我才找无60块的便当。便当敢是？便当要有50块的便当啊？便当应该是便当，便当要有50块的便当，敢有影？啥物好做阿酸要会当食煮饭的变，莫安尼。今日伊要无做啥物奇怪的代志，要无需要甲伊变掉。对呢，拉夫大师不是讲咧迄个发烧对吧？拉夫大师是不是？我知道大师吗？拉夫大神老师是不是有发烧？要有安怎无？有较好无？那忝啊，就爱歇困哦。可能有咧动头脑，所以较枵嘛。可能无咧动脑，这我唔知，这我唔知。多谢阿玲，食做些主播变阿是。后壁迄会使改写别的哦。毋过这是迄个别人提供的素材，我无得改呢。我也袂晓写字，我的字有够歹，所以暂时无法度。阿慧意思敢是讲平常时咧做奇怪的，我敢无安尼讲？我有安尼讲，无啊，要互我变调嘛，无足困难啊！你着讲一下迄个无好笑的笑话啊，还是足好笑的笑话啊，还是讲一寡互我迄个小可起，这要安怎讲较好听？好，咱是做文啊，做有起一个主播，袂当讲歹听话，这互做互人起啥？起老啊厝，毋是起摩拜啊？对，那讲啥行起摩拜，就甲你变调好单火鸡。请问单火鸡是做好笑的笑话，还是无好笑的笑话来？互你辩解一下，紧下阿选，互你一个机会，好好辩解一下紧。无就迄个，无就甲你变调。来，请问单火鸡到底是做好笑的笑话，还是无好笑的笑话？请说。毋着紧讲。伊头要讲哦，好啊，伊头你讲啊，安那，伊头你看啥款？阿辉到底是，这毋是笑话咧，对，我过会晓讲咧，会晓讲话人是安尼，起摩拜是啥？起摩拜就是心情不好，对，叫做起摩拜，起摩就是起摩字，迄个起摩，
所以那个歹就是不好，嘿，是这样子的。缘投阿兄好水，缘投阿兄会当接受，但会支持做好笑的 VTuber 好啊，我当做娱乐好啊，我就当做是娱乐，应该是讲我幽默感真好安尼，好，没问题，没问题，好，就叫你阿妹啊，好，多谢。陈火蛇给亏吗？不给，什么意思？这真的太失语了吧？这我怎么没听过啊？这个是不是很久以前的用法？我肯定没听过，肯定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不过这个亏哪像嘛是台语来的对不？这应该是台语来的，应该是台语有讲的。讲亏安尼，昨拄着真久无看的日本朋友，阿玲，伊问讲阿玲敢有日本名？你甲伊讲，你互这心动交零，敢是？敢有即个姓？日本敢有即个姓？我毋知。你会不会问妈祖好？起毛歹 CD 就是这个字，哇 LKK，敢是个你阿金？阿金阿曼欢迎你来。LKK 你是讲头拄仔讲的迄个假亏哦？毋过迄原来台语来什么亏乌亏嘛？毋是，迄就是我知影台语会讲亏七仔，当然七仔即个词可能较无好听，对。毋过我较听过迄个。用亏这个词就是咧讲咧亏七仔，应该是为遮来的。CD 伊是一个动词，起毛歹起毛是来源自日文的起毛字，就是心情意思。CD 无毋对，安你好住几岁？住几岁？不是安你好几岁住哪？是一个足经典的句型，大家拢知影。真正有即个姓哦，神童是读神道，好，知影。你是讲有影的哦？你是咧讲笑的，还是真正？你是咧讲笑，还是真正有日本朋友问你即个问题，你真正安尼甲伊回答啊？到底是有影的，还是无影的？所以给亏是什么意思？给亏对啊，什么意思？我查者，我嘛袂记。就是问讲敢会当甲伊交往？是安尼哦？敢是？敢是？你讲真的？阿玲讲真的？哎哟，请问敢是叫你是秋千是啊？秋千阿曼欢迎出见安，欢迎啊，阿曼欢迎你来。嘛真正有这个姓可以认识一下吗？不用到交往的地步是不是？就是可不可以认识一下？给亏嘛？敢是一开始就问对方可不可以交往，也太怪了吧？我看你是不知道，今麦奇奇怪怪的人做这，怪人一直都很多，好不好？又不是没遇过怪人，这咱迄个伫咧社会咧走条，迄个加减拢会拄到，对无？顺续讲者，韩国团体 Super Junior 有一个成员就是有做神童哦，是安尼哦，较成咧借话啊，借话就是搭讪嘛，借话较成咧借话哦，是咧借话的意思，亏七艺术，敢查有啊？亏就是用言语引诱或是挑逗。追求的对象，安尼好做讲亏啊！原来是安尼听起来真正是好啦，有成借话，真正有成借话，是到什么款程度的这个关系都唔知，到多密切的接触不晓得，可能好，反正就大概那个意思，对不对？对啊，这么正常啊，会还一直跟你啊？对，那既然你都这么说了，如果是比较轻浮的问法，那感觉阿慧会这样讲，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真的要 ban 人的时候是不用担心找不到理由的。好，谢谢阿酸，1分钟后见，拜拜。
给亏有点像可以追你的意思嘛，然后比较轻浮的问法啊，就是轻浮难搭讪嘛，对不对？什么叫火蛇不是轻浮男嘛？应该很了解才对。我只是长得比较看起来比较轻浮，我才不是真的轻浮男，我是那个做西中的好不好？哈。恭喜阿酸耶！今天又被编了，拜拜！大家好开心哦、为什么大家那么开心？感觉仿佛看到那个 Eva 叫什么？新世纪福音战士最后那一幕，大家拍手，哦没得到，哦没得到，哎，啊，港俄招挑，那个随靠一句你真变态，红心嘿，我们塞菲尔都是这样子度过的，对不对？塞菲尔的口头禅，你真变态，这个大家都学会了。鸟米哥最老婆怎么又不见了？他等下就会回来了啦，免紧张啦。嘿，西中哦，西中就是死忠啊。我有念错吗？好像念错了，是西中啊，是西。你在这里做效果，阿慧应该要给你钱，没有钱，问题是我没有钱，好不好？没有办法哦。西中，武功西中啊，武功西中，西中。哦，是考中尔，无西中，是西中无毋对。OK。Ori 敢是 Ori？ 等下啊，你是这行运对无？行运啊嘛，你是要881，你是要走啊？你是要先去做别项代志先？好，安尼就顺行，敢是安尼？多谢你头段有来看，毋过头段咱全无看到你，无甲你写这问。日常任务变拿酸 CD 完成啊，所以你在这里做效果，还会应该给你钱。1分钟这么快哦，原来如此。啥物？阿心讲啥？阿心食过的盐比我食过的米较济，早人袂当亏。什么意思？会洗药剂？我过去讲会洗药剂，对啊。通常讲啥物？我食过的盐比你食过的米较济，时阵就会想讲，你是有淡薄仔食淡薄仔济哦。有食淡薄仔济盐哦，爱注意哦。迄个血压还是迄个你的药剂拢爱注意呢。是哦，要说的话，口头禅是食较歹啊，敢是？我怎么比较常听到他说你真变态？怎么感觉那个塞菲尔有事没事就会骂人家你真变态？有喜欢被骂了就对去找他，谢谢加卡拜。这感觉也是蛮适合骂人的啦，大家可以学起来吗？应该可以吧，所以伙计真变态，我他有，我哪有变态？莫有白讲。虽然1分钟真紧，不过你也唔拿1分钟，今仔日才打开始，今仔日才1分钟尔，你唔免欢喜甲伤早。凡世今仔日就干那一摆尔，你唔免欢喜甲遮早好无？搞不好今天只有一个1分钟啊。西中兼换贴的观众朋友，这句那就足适合 VTuber 来用呢，对无？这 VTuber 来讲那就袂歹，就讲迄个甲观众朋友足亲切有无？好，后摆我咧甲捡来用好啊啦，即摆就捡来用好啊。各位感谢各位西中兼换贴的观众朋友，过来甲我看。来开始安呢。塞菲尔又学到新的台文了，真的，塞菲尔学好快哦，太恐怖了！以后他就要取代我了，然后他就会那个代替我开台，但是钱还是进入我的口袋啊哈！我的梦想终于要实现了吗？好啦，我啉一下茶，我茶伫倒位？伫遮。对，今日的主题咧，就是咧主题，啊哈，对了，啊哈，计划通，哇，真可歹，哇，真正拄啊好，就是当用伫遮，哇，完全是为了台语教学，直接制造一个非常适合的情境呢，太好笑了，完全就是应该用在这种场合。假可歹，好啦，塞菲尔好棒，真的。我觉得塞菲尔离开台语骂倒台越来越近了，这不就是你开公司的初衷吗？你是说奴役一些 VTuber， 然后叫他们去开台语台吗？然后你可以收钱，那要加油可能对啊，可能没有那么容易啦。如果是说赚钱的话，感觉 VTuber 要赚大钱还是蛮困难的。通常那是有会当回本就袂歹啊。通常拢是咧做梦想的这个成分较济，
水吼，有影水，天国进了之，你的推开骂倒，我也可以开啊，我就不是你推的吗？我也可以开，不是这样讲，好像变成我答应大家要开，还没啦，搁互我淡薄啊时间，有闲才来开。我最近想开的东西真的好多哦，那我开啊，好啦，早晚会开，是的，早晚会开。不过我目前好像排了很多有趣的联动，对，下礼拜好像也蛮精彩的，然后再往下就也蛮精彩的。天哪，我打嗝了，哇哩嘞！啊，这样会不会发现你偷偷说林奈坏话？什么？你在哪里说他坏话？我怎么都不知道。阿玲，你当时有讲林奈歹话，我太都唔知。在这边抽干哪个？不一定啊，骂倒台不一定要抽干哪个啊。骂倒台也可以，就是不带脏字的骂人，那个才是最好看的吧？梦想真伟大，现实真凄惨，对，是安尼无唔对。想的时阵拢是上快乐的，嘿啊，早晚会开，那现在不是，我没有准备好，那个骂倒台要准备一下吧，为什么不开？上次开的时候你就跟你老婆结婚了，好啦，对耶，明明就有开过，突然想起来，也算是有开过吧，人家现在在隔壁，什么意思？谁在隔壁？上伫隔壁啊？林奈哦，林奈伫隔壁呢，敢不是？哈，还是上，对。哦，无，你是讲伊拢无趁钱来互你开，不是开来互你开，每开一次骂倒台就会促成一段姻缘。是这样吗？就是明明标题叫骂倒台，但实际上根本就是证婚台。那我今晚我在做那个玩乐 VTuber， 我要变月老系 VTuber 是不是？也不是不行啦，但是哦，怎么会想看这个？怎么会变成这样？也不是说不能想看这个，但是这样感觉很像图文不符哎。哪需要准备？一直在还好吧，有很凶吗？平常也没有这么随便在发奖励啊，对不对？现在比起骂你，都是懒得骂你，直接把你 ban 掉了，对不对啊？阿酸，对不对啊？哦，你们来伫隔壁阿姑遐哦，好啦，我知影阿姑即摆有咧开台啦，咱无讲好势，转动车，这嘛无法度，伊遐应该嘛是真精彩啦，恁若要去看伊迄台嘛是会使去看伊迄个台语的知识嘛是真正做安怎讲，足深的，爹足深的。不是 daddy 哦，卖我白讲，卖我白倒 CP 哦，哈，卖逐摆讲到啥物迄个啥物文化的 daddy 就伫啊，daddy 恁家的人，原来是我爱红娘台，有想过要开耶，确实有想过啊，因为之前那个好像 Netflix 刚上一个日本的恋爱综艺节目的时候，就觉得好像 VTuber 都没开过，有人开，后来我知道有人开过。对，那时候就有想过，也不是不能做，但好麻烦哦。这种企划听起来超级大的，好累哦。对，月老台语 CV 感觉不错啊。无啦，做弟弟的无就拢逐工开3到6台咧看。虽然明明敢若有2双目睭，虽然不是2双，上有2双，上会有2双目睭，虽然明明都有2粒目睭，唔知影想到我看个3到6台哦，厉害！哇，你唔来暗暗欢迎，听讲有人甲你调换，我唔知，人唔是我台，唔是我后白讲的，大家真爱半路认老爸是啊，做侪人拢介意半路认老爸啊。阿慧讲阿哥是伊爹地，卖后白讲，阿玲有看，即摆是同齐看2台，2类目睭。一台拄好，我目镜有算2双无？有算，安尼会使，
对，无毋对，目睭有两蕊，啊，迄个荧幕会当开两边，无毋对。听到关键字 CP， 无卖有白讲没有 CP， 哪里有 CP？ 没有 CP， 大家的心中有 CP， 啊，迄我管袂着，我无法度。当时爱混迄个麻油鸡甲油饭红卵，等我先甲会所结婚才去讲，卖着急，卖着急。台语证婚系确实啊，有想要往台语证婚系迈进。你们倒是给我结婚啊！你们倒是给我出道然后结婚啊，这样我才有办法证婚啊！对，四眼田鸡也是四眼，是这样没错。对，田鸡好吃好想吃哦。足久无食迄个，足久无食细卡啊。到处都是 CP， 对啊，只要你有心，到处都可以看出 CP 来。对，这个叫做观众自由分辨。等食阿辉的喜酒哈，时到若真结婚的时阵，就会办这个电子喜酒，互大家会当包红包嘿，是的。什么时候结婚？恁个小等者啦，爱钱爱钱。我即摆看起来敢有先有钱的款？哈，我拢做 VTuber 啊，看起来是会有钱呢。对。又在爱人的头壳了，但吃好很好，多吃点。各位阿辉讲阿哥是爹地，而且这个台语比赛是因咧做评审是阿辉着由后壁甲伊破，毋是我伫伊后壁，是伊伫我后壁。你敢有看清楚？好，罚你去补档，罚你去补档，罚你去补档。送伫送后壁，你阁会当补毋对去？我太有伫伊后壁，是伊伫我后壁。你小等咱放上了，你去补档看较斟酌诶。个张老师暗暗环境，那一来就咧听我讲即款迄个咧辩解一寡无营养诶五四三。虚无暗暗环境，才倒是跟你结婚啊！我就讲算钱，结婚开钱啊！看起来敢有先有钱诶款，哦，你当做阿辉，甲阿辉说早就是啊，无是安尼叫较紧啊。有按算要结婚，啊，毋过伊要卖，事实上要卖，已经咧欠红包啊，好多谢。阿辉若结婚绝对爱包一包真大包，好多谢靠大家啊，啥物抱做伙？迄是揽啦，迄应该算是揽嘛，是摸。你共抱的时阵是，你爱家己可能为下骹，你爱承担伊的迄个体重。啊，我相当啊，迄个阿哥要甲我抱起来，应该是有困难。对啦，伊伫我后壁啦，太好啊，所以是高血食着，卖黑白讲。伊伫我后壁，知影争拗啥物物件争拗？恁遮的人，佮有下骹，啥物意思？啥物下骹毋下骹的？恁甲我较冷静的，恁各位，应该是我家己爱较冷静的，小等者，好好听课到啊，恁是咧，所以当初没有站错，恁是咧，咱们的大屏小屏，啥物意思？有一寡迄个民俗的美角，我也未研究，原来会计是不是？你们冷静。加入女婿清单。什么是女婿清单？怎么会有这种东西？所以就说阿辉是总售嘛。你是想再被编1分钟吗？是不是想再被编1分？按到丁选了。好，那就丁选。好累哦！为什么对付你们这么累？为什么？怎么会有女婿清单这种东西啦？一直都在宣扬阿辉是总售，好，随便，你倒是产图啊！我故意的吧？没有啊，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为了做效果故意把人家的留言钉选起来嘞？怎么可能？通常都是为了做效果把人家编掉1分钟啊，对不对？开台半小时力竭了，对啊，对付你们很累耶，怎么可能不力竭啊？东正 TM 啊，东正这是默认吗？不是啊，不是啊，
作为宝箱怪居然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都会为了做效果一直 ban 你了，还会怕丁选吗？好，再丁选。不是做 VTuber， 唔就是安尼？做 VTuber 就是爱娱乐大家啊，对不？对不？就是爱让大家看较欢喜啊，让大家迄个配饭，咧食饭的时阵，迄个食甲喷出来啊，对不 ？VTuber 的工课就是安尼，卖遐尼避暑啦，哎呦，什么意思？我是迄个呢，清清白白呢。嘿，我无对货色不忠，恁莫后白讲，我是做西中的，恁这人。你也想被编编看，可以编你1分钟吗？怎么会有这种要求？哦，拉夫，怎么会有这种要求？怎么会有啊？好，但既然是拉夫老师，我也没办法拒绝。1分钟后见，那也安尼，那也安尼啊？恁这人做奇怪呢？阿慧，我不去。喂，像这种邀请第一次听到。哎，敢讲会计是在线的？哎，他有人问这种问题啊哈？无咧问这种问题，这应该伫大部分的状况之下，拢算是较无礼貌、袂当问的问题。不好做，不是伊叫我改编，我当然是爱宣传啊。他叫我编，我怎么可以不答应？他是我们的欧拉夫大神呢，他是我们那个神迹的展现者哎，他是我们一切的根源哎。对啊，我们当然要尽量满足我们老父亲的要求，应该是1夫1妻，所以是一个老不是不对，多夫了吧？不是就没有哦，你们好难对付哦，不要乱讲，不要乱讲。我清清白白，好酷，好酷吗？好酷吗？被编的感想，好，被编的感想是好酷，是多啊，差点被我口水呛死，满足了，好，又没叫你编，干嘛一直编？不是啊，不就想被我编，我可能就会编啊；不想被我编，我可能还是会编。安尼有了解不？这样我了解吗？安尼敢有了解啊？应该是解说得真清楚哈。奥拉夫、嫡长子、欧火蛇、多夫，不要乱取奇怪的名字，不要乱取奇怪的名字。宝箱怪永不在下，但火蛇喜欢就好。宝箱怪永不在下，有这种事情？有这种事情？宝箱怪是这么封闭不开放的种族吗？怎么跟我知道的不一样啊？现在都2026年了哎，现在都已经26，对啊，拉夫什么意思？现在都已经2026年了，可以吧？不用太拘泥于传统的刻板印象吧，对不对？谁想在下就在下，谁想站哪就站哪，对不对？那反正我也由不得我自己，都是我的观众想怎样，就会把我说成怎样。我头有法度，这就是我尊重各位的言论自由的下场。没有啦，一直在乱讲话。口水有个呛死阿慧的 chance， 有个呛死阿慧的 chance。阿玲竟然还没被 ban 嘛？那我们就1分钟后见啦。但蛮好笑的，所以我私藏。哎，恁家的囡仔有跟咧搞怪啊？对啊，塞菲尔看我大汉的，敢是进前哪像我安尼讲？宝箱刚不是说要在前吗？不是那个意思啊！今天知道好多奇妙的阿慧知识，多夫种兽没有那种知识哦，一般来说，那个叫做假新闻或是不实讯息哦，那个叫做造谣哦。那谣言止于智者，所以你是不是一个智者，就取决于你自己。如果你不是，那我也没办法。怎么了？不爱你们了吗？什么意思？我哪次不爱你们了？我不是宠粉主播吗？我不是都满足你们一些莫名其妙奇怪的要求吗？哇，天哪！慈祥的老父亲要再上马满足我，谢谢老父亲。虽然我不知道你要画什么，虽然我不知道你要画跟谁，但好，我也只能接受了啊。那有姿势吗？什么姿势？什么主谁？什么物件？
没有造谣。刚进来阿慧就说他在前面，不是，我是说，哦，算了，此前面非彼前面。谣言止于智者，谣言真于自嘲者，什么意思？万夫老师请话，阿慧在下。谣言止于智者，死于乐子。阿夫大师在上，火蛇在上面。你们的留言怎么那么难读啊？欧拉夫老师不管要画什么都谢谢你，对，这才是正确的态度，好不好？我们拉夫是自由的，拉夫想画什么就画什么。阿莲回来了，阿曼欢迎，欢迎回来。不然是哪个前面？刚才讲的是图层的前面后面，对不对？对不对？对嘛，就是这样嘛，就是这样嘛。谁比较靠近镜头那个前面嘛，对吧？没有别的意思吧？不可能有别的意思吧？还有别的意思吗？应该没有齁。中文不好，你们不要骗我。不然怎样都先谢谢拉夫老师，对嘛？对嘛？西语什么都吃哦，不是什么都对啊，什么都吃。西语吃可腻，谁在前面都吃。好，大部分的 CP 我也都是吃可腻的，我觉得就是对，是的。是什么父子也不是不能吃，不要乱吃。阿玲不要乱吃，什么兔子的前面不要乱讲。下次画火蛇西语，西语同意的话你就画吧。对啊，我从来不会阻挡大家。好，西语说好，那你画吧。一头，你的笔是自由的，去吧，去吧。给老师递画笔，宝箱怪永不在下。各位，塞菲尔应该有开放二创吧？对不对？塞菲尔好像有二创的 hashtag。我觉得当有人说宝箱怪永不在下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对付他。会师是自由的，会师们，你们是自由的，对吧？什么都吃会营养均衡。来，我不知道塞菲尔有没有被跟人家凑 CP， 但你知道吗？观众是自由的，你们自己去找一个适合的。我就帮到这了，就是把压力给到塞菲尔身上。没有啊，我是把被制作美丽二创的机会，就是交给我的最敬爱的女王。知道了，所以阿慧在想，不要乱讲，也没有不行，但是没有不行，但好，对，塞菲尔跟谁凑呢？我不知道啊。那个，你们自己处理。如果想不出来的话，那就水仙吧。反正你们也是这样对我的嘛，你们也是有人是这样对我的嘛。对，太好了，从来没有这么喜欢水仙，真的。想不到 CP 的时候就水仙吧，这样子也不会有太多复杂的纠葛问题，对不对？太好了。世界是残酷的，对啊，还是要加入这个大杂烩吗？阿玲有开放二创的 hashtag 吗？有的话就有机会咯。海的另一面是敌人，什么？怎么跑出这句？嗨，斯洛姆，还想要有水仙呐？你不是也有被画过水仙？我有记错吗？没有吧？没有吧？没记错吧？好了 ，YI 说什么？没有不行，所以在下就对啊，没有不行，真的没有不行。塞菲尔不敢乱凑对，怕性别错误的部分，那就水仙不就没问题了，对不对？你看水仙治百病，好爽哦，这是迫害别人的感觉吗？我学会了，不可以把火苗乱挥，我是自由的。哦，救命哦，好开心哦，真的开心。我缴不了税啦，塞菲尔，但是缴不了税，但是可以让你获得一些那个优质二创的机会。塞菲尔拿鞭子使唤火蛇这样吗？宝箱怪和宝箱怪女王没有要，应该没有要吧？对，感觉塞菲尔也是，他的手应该拿不起鞭子那么重的东西，是这样吗？我这样算造谣吗？通常鞭子都比筷子重吧？我想他是拿不动啦。对，请不要期望他可以拿鞭子，这个我觉得这个期望对他来说有点太过分了。张思思个变成一条蛇，有人在改为啊？什么意思？蛇然后水仙吗？是这样子吗？苦难就不用11奉献了。对我来说不是苦难啊，真的不是啊。大家画二创，我当然是很开心，怎么会是苦难？VTuber 应该都喜欢被画二创吧？哪来的苦难啊？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怎么会有苦难？对不对？太好了，下位人选出现了，什么意思？欧拉夫接下来要开刀，不是开刀，要拿谁来开刀吗？要画谁？要画谁？好想看哦，好想看哦。不是什么意思？等一下要干嘛？是跟我有关吗？突然开始担心了，又什么肌少症？只拿得动筷子是肌少症吗？原来是这样子吗？算了，算造谣是不是？好，那已经来不及了，都已经造了，都已经造啊，这也没法度啊。我看一下啊，其实我有先准备一下其他可以跟大家肌少化痰。哈哈，肌少化痰是说你的设定图根本还没公开，想画也没得画，那你倒是赶快公开啊！请务必跟阿辉有关啊！算了，好好，有关就有关吧。不是，不是会晓水之呼吸？谁会？我吗？我会水之呼吸吗？我只会普通的呼吸，还有大蒜味的呼吸。我跟你们说过吗？我蛮喜欢吃大蒜面包的，对，吃完大蒜面包之后就可以获得大蒜味的呼吸。怎么听起来不是让人很想知道？我很抱歉。积少成多，对呀，二创就是这样子啊。fan art 就是对 fan art 就是一种积少成多，多多益善啊。你也要在后啊？会在前面公开吗？什么东西？咖啡呼吸不会吗？也会耶。那个确实喝完咖啡之后也会有味道，所以也会有一个咖啡味的呼吸。对，火嫂还蛮嫌弃的，但我就很爱喝咖啡，真是可怜他了。大蒜面包好吃，对啊，大蒜面包那么好吃，真的超好吃的。但是都是淀粉，可是好好吃。不是有人用水乱闪人？谁用水乱闪人？你是说我让大家那个水仙吗？这样子算吗？喝酱哈，第二啊，蒜头胖，人家都喝酱，水仙之呼吸好，是这样没错，是这样没错。肌少化，不要再肌少化痰了，谢谢。大蒜味溶在血液里至少5小时才能消失啊！对，没错，那个大蒜味刷牙是刷不掉的，因为它其实是溶进你的血液里了，然后从你的嘴巴的那个，它不是皮肤，它叫什么黏膜吗？会从那里透出来那个味道。对，所以刷牙没办法解决问题，你就真的只能等你的身体把它代谢掉，没有错哦。一口大蒜，一口夯 N 强，真的超好吃的，好久没这样吃，好久没有吃香肠哦，突然好想吃哦，而且我又好想吃那个。好久没有吃大肠包小肠了，我喜欢吃大肠包小肠加那个甜辣酱，很好吃哎，好久没有这样吃哦，好，有机会要吃一下。啉少精，肌少化痰啊，不要再肌少化痰了。咖啡是呼吸第一型心悸，我还好，我好像还好。好，它的汉字是但我们都念少精，没关系啦。真的也学到了，所以葱也是吗？葱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大蒜是啊，葱我不确定。吃大蒜料理的腌制剂，好像这样说没错这样说好像没有错这样是不是可以直接印一波吸血鬼？这个设定好赞哦，我觉得这个设定不错大家以后要写吸血鬼故事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个设定，为了防止被吸血鬼吸血，对，就整个小镇的人们就是都会吃大蒜料理，就会发展出很多含有大蒜的食谱。对，因为那个吸血鬼就是闻到大蒜味就会下不了手，吃不了。不错这个设定好赞哦！有人要写吗？非常想知道。葱也会融进去吗？算一种葱融吗？应该不算哦。葱会融进去吗？这我不知道，等知道的人告诉我。还有人说吃凤梨等于凤梨吃你吗？对啊，因为凤梨有那个蛋白酶啊，蛋白酶就会把你的蛋白质消化掉啊。那我们的肌肉对都是蛋白质，所以凤梨是在消化你哦。吃太多凤梨会觉得那个舌头腥腥、刺痛腥腥，就是因为你的舌头被消化了，非常的 metal， 对，非常酷炫的一种水果。要跟吸血鬼接吻的话，5小时前不能吃大蒜，不可能吧？难道西域也是吸血鬼梦男吗？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容易遇到，也同为，我没有说同为，对，
真的假的？会想这种事情吗？那你知道吗？这是不是代表……哦，没事，想错了。我刚刚是在想说，是不是代表没办法让吸血鬼跟那个米库凑 CP？然后我发现不对，那个是葱，那个是葱，那个不是大蒜。好，那没事了，那没事了，当我没说。嗯，蒜味的料理你介意，不过你不爱吃蒜头哦，安尼哦。不过迄个有的料理内底若是有插迄个蒜头，迄个蒜头若插较久的、插较尾啦，插较尾啊，就较无遐咸啊，就较迄个呢，就变甜甜。嘿，我爱食迄种蒜头。嘿，之前迄个细汉时就头一摆食着哦，真好食，就伫迄个炒面内底就迄个蒜头啊，就变做一块脆脆、细细一块，就很小一块啊，很脆，然后非常好吃。对，然后也是有点蒜香，但是因为炒到很熟就没有那个呛的味道，然后就甜甜的很好吃。对，我超爱蒜头的，非常爱吃。蒜皮的料理跟蒜头我都很爱吃，对吧？凤梨酵素会分解蛋白质，所以你的舌头基本上就是被它分解了，没有错。哦，对，确实好像有听过这招，就是用凤梨汁去腌制，就是把它软化掉。有听说过，真的有听说过。我觉得蛮酷的，蛮聪明的。是吸血鬼梦男，同时是吸血鬼梦女哦，性别认同是自由的，没有问题。阿慧是吸血鬼梦男，是的，没有错。我好像没有特别讲过，但是好，你们现在知道了，没关系。想吃就吃，对，想吃什么 CP 就吃吧，想吃什么美食就吃吧。安，结婚安，欢迎。含阿慧烧金敢是先莫食蚵仔较好。蚵仔我嘛无讲做无爱食蚵仔就是我较无介意火锅内底的蚵仔，若是甜的会使啦。毋是有人问我迄个甲我烧金的话题，我想要要照实讲啊，我都说认真回答，是安怎啊？是怎样啊？突然想起国中的时候弄了一个吸血鬼脚杖，好耻。对啊，我听了都觉得好耻。虽然也不是没有做过这种事情了，但是好耻，真的好耻。想梦就梦，梦是自由的，对，做梦不犯法。民邦无犯法，好不？喊民的无犯法。听起来像时日无多，想吃就吃吧。对，什么伊里记错男人，什么伊里又在讲什么东西？什么伊里怎么了？又 Q 伊里？你们不是应该换口味，吃吃看不同的 CP 吗？对不对？感谢安尼讲，酱油腌蒜头脆脆配饭就好吃。哦，我知道，好像还有吃过那个，剩是啥？三斩哦，就是五花肉吗？是五花肉吗？比较肥的那个猪肉，然后就是撒鬼水煮过之后，就直接温导油啊，导油内底嘛是爱有迄个蒜头，嘿，就是直接沾那个有蒜头的酱油，然后就是对水煮的猪肉，然后直接沾有蒜头的酱油。非常好吃，超级好吃的，嘿，五花梅花，五花吧，五花吗？比较肥的那种，应该是五花，嘿，大开西，安呢应该是超好吃的，好想吃哦，可以放心，技术很好，不会把芋头煮散，好，那可以煮散，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嘿，结婚恶梦较济，白日梦是自由的，嘿，你困去的时阵，你的梦无都控制，不过你那个清醒的时阵，咧喊面盲写当控制，原来有多到记错人，很好为宝箱怪争光。宝箱怪的价值观跟一般人类不太一样，大家不要太介意。对啊，五过鱼讲的对啊，咸的蚵仔就是袂使啊，对，咸的蚵仔就是袂使啊，它会当有这种物件伫世间存在，对吧？哈，这敢讲我的存在是一种创哦，对，是无唔对，咸的蚵仔你的存在就是一种创哦。好凶啊！那也加派，对，蒜泥白肉是的，好像蒜泥白肉嘛，应该是，对。不过好像我在便当店还是什么地方买到的蒜泥白肉都是切得很薄哦，再加做薄一片，超薄，然后那样去沾那个酱，可能才会比较有味道。但是居家的话，可能一般刀工没有办法做到那样，一般居家吃到的好像比较厚一点，但也是很好吃，我觉得也是很好吃。一头也会这样吃哈，有时候抹盐切片就可以吃。对啊，有时候食材单纯的味道就很好吃了。喜欢还有加沙茶哦，好像不错感觉那样加沙茶也很好吃西语不能吃沙茶的芥海鲜，但是除了沙茶之外，还有蛮多选择的啦，像
就是直接沾酱油，或是抹盐，或是还有什么、啊？不晓得不晓得还会配什么。但是就是有个咸味，搭配它原本肉的味道，应该通常就不错了。更好会甲韩民讲这哦，呵，期待你的精彩的表现。对，那个白日梦是可以控制的吧？白日梦可以吧？说到白日梦，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乐团白日梦厨房哦，没听过，好，有机会我去听一下。其实不讨厌火锅芋头，不要煮散就好，沾酱油吃哦。沾酱油这我不知道哦。但我知道有一些米粉里面也会煮芋头，黑瓜嘛无工作介意，也不太喜欢。就是小块无介意，无到袂当吃，没有说不能吃，但是就有点不喜欢。有得选的话就不会想吃。那细粒蚵仔清蒸配酱油哦，我有没有吃过蚵仔配豆油呢？我真的没吃过蚵仔配豆油。呵，有机会再来吃看卖。喜欢吃食材原本的味道。对啊，因为。就我听说哦，柠檬一只，嗨，柠檬一只晚安，欢迎你来，欢迎啊，欢迎，讲到哪里？食材原本的味道，因为感觉台湾很多食材其实本身味道都不错嘛，像台湾的猪跟鱼，比较常听到大家讲的就是台湾的猪肉是真的好吃，然后就是对，好像说连日本人也会觉得就是台湾的真的比较好吃，然后鱼类也是蛮好吃的，鱼类真的也都蛮适合吃原味。对啊，所以确实台湾的食材应该很多都可以直接吃原本味道。青天白日梦满土咖啡，嘿，对，是的。迄个美秀集团，我最介意的一条就是迄个张梅阿爸无转来，内底歌词到迄个做你的青天白日梦，真最介意这条，大家当去听看卖。我配花歌看起来像土少老，丁奎伫迄个上次在突然想不起来的名字，是斯洛姆。上次在斯洛姆那边有教那个灾害相关的台语，就有讲到嘛，是头串佬对不对？头串佬还是那个最帮山，土石流，对，好像是哪里的词库还是哪个新闻台有这样子翻译，我就跟着用，对，大家可以参考看看。肉酥蚵仔给两个，会使，肉酥蚵仔我会使呢，我觉得肉松配芋头好像 OK。肉酥蚵仔配一个甜的，这个我会当接受。陈汉对不？星汉，感谢暗慢欢迎你来，还有深夜布丁暗慢欢迎你来，欢迎大家。大家有吃晚餐吗？或是有吃宵夜吗？好像突然有蛮多新朋友出现的嘛。不要共锅就没有争议，同意，就是其实都可以尊重，但是不要共锅，然后那个破坏别人的用餐体验就还好。阿玲唯一支持芋头一开始就放进火锅里，然后最后吃，那我只好再背你1分钟了，我很抱歉，毕竟我是一个不理性的主播，因为我姓陈，哈哈，我是陈姓主播。大行猪肉都蛮好吃，我不同意。台湾猪肉很强，真的超好吃的。怎么一进来就在聊芋头？没事，我是反芋头派的，不要紧张。按盐酥鸡签算是甜还是咸？感觉炸完之后变得偏咸，所以我其实也不是很喜欢，但是蚵仔饼可以，我的标准不知道是怎样。蚵仔饼就是那个嘛，那种小饼干，然后那个2片小饼干中间夹那个芋泥，那个可以，那个因为整体吃起来算甜的吧，我就觉得蛮喜欢的，那个我可以，喜欢清蒸鱼，然后把鱼皮漂亮的分离，这感觉有点困难哦，感觉好像蛮长，我其实对鱼类料理还没有什么研究，对，但是要把它漂亮的分开，是不是要掌握的很好？是不是那个煮的过程要弄得很好才有办法？但清蒸鱼真的好吃清蒸鱼真的好吃，就是对啊，清蒸鱼只要加个一点姜丝，然后就给它原本的味道就很棒了。怎么断线回来就听到火锅加芋头这个邪教？我反对，不要紧张，我反对，我会骂他们，不要离开我。我要变喝酱哦，对啊，芋头饼很好吃，对啊，你们很有品味，没有错。裘千跟塞菲尔很有品味啊，太好了。我觉得西语说的有道理，大家不要担心，大家不吃的芋头可以全部给它吃掉，这样就不是敌人了。真的，对，现在不对，那个口味差足侪的朋友吼，
大家免紧张，就是你无爱食的物件就互伊食，伊无爱食的物件就互你食就好啊，对无？啊，这样就没事啦，反起反倒的蚵啊，对，歹势哦，阿辉就是一个反起反倒的主播哈，歹势，今日讲的甲明仔载讲的有个无共。对不起嘛，我就善变嘛，怎么样？嘿，秋千的火锅有加芋头煮的，没关系，你的火锅不是我的火锅，我尊重。不要共锅就没事了，不要共锅就没事了。哎，互利共生，确实是这样没有错，不要变寄生就好了。寄生的话就是你的东西我都要吃啊，我的东西你别想吃。可以给阿慧吃吗？不要，不要。蚵仔冰大家敢会食？我会呢，我会呢。蚵仔冰我会使。你讲的蚵仔冰是蚵仔口味的冰对吧？蚵仔冰好像可以，它应该算做成甜的，我就 OK。嘿，基本上做料变做甜的，我感觉蚵仔就是爱甜的啦。啊，蚵仔煮咸我就较无法度啊。不要吃火锅就没事了，是跟火锅有仇吗？怎么感觉猫猫卡爱跟火锅有仇？嘿，蚵仔冰真的袂歹。有人不喜欢吗？有人不喜欢蚵仔冰吗？有的话那也没办法哦。阿玲无经济，欢迎大家找你，欢迎大家请你食饭。你得爱叫别人，你得爱叫别人请你食饭啊！你个经济哦，应该没有这样子吧？都要人家请你吃饭，就不能挑食了吧？不是这样子吗？对，我也不挑食哦，我嘛无经济哦，大家买当请我食饭哦。哦，佮拍的。大家若要请我食饭，会使直接寄付、直接赞助、直接岛内哦。你嘛无经济的问题，因为我会去经我爱食的。蚵仔冰就是紫色的原味冰，应该是安尼，没问题啊，好像没错。会互换吃跟不吃的食材，这样大家都开心，好诶，共产没有吧？没有一定共产吧？我以为共产是有些人不生产食材，但是他想要分配到别人生产出来的食材，这才是共产吧？是这样子吧？反对所有芋头，好吧，尊重。但如果有甜的不吃，可以给我，谢谢。芋精我没吃过哎，这字是羹是吧？哦，羹，敢是羹哦羹，唔捌食过呢，没吃过。那个吃起来是像菜吗？GM 慢慢欢迎，晚安欢迎你来啊，欢迎。食饱未？有食暗顿啊未？有食蚵仔无？今日有食蚵仔无？突然在问这个，环环，无食过呢，真正唔知呢。啊，啉茶是好啉茶是吗？这个符号是啉茶吗？为什么在喝一个红红的？再来啊！不是哦，不是把所有的芋头丢给阿慧哦，不是哦，不对哦，不对哦，甜的可以，咸的不可以，好不好？没有 ，GM 今日无食啊，我嘛无，我也没有。他今日嘛算脑热呢，今天好像也蛮热闹的，趁这个机会送一下免费会籍好了。对，4月这个会籍要不会上？4月的免费会籍来送一下。哇，恭喜西雨得到我的会籍，可以去看我的猫咪大便。还有阿昏、秋千，还有 YI 跟羽毛，欢迎你们。难搞吗？我很难搞吗？原来我在你们心中是个难搞的主播不是全部收集起来再分配。对啊，是那样没有错啊。但是有些人如果没有生产，然后就是一样参与了分配的环节的话，就可能会让人觉得不公平嘛。对啊，感谢会记免税大家，的好大家，体验一下有会员是什么款的主币？太客气了，大家怎么那么客气啊？怎么会这样？对，好，对，让大家体验一下有会员是什么感觉。如果有喜欢的话，就可以掏钱订阅哦，谢谢。不是，不对耶，不是这种难搞耶，我要的不是这个难搞。上面有做难搞的主播，难搞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刚刚是有人得到了那个会籍嘛？
对，我们有很多非常好用的表情符号可以用哦。对，会及试吃，对啊，大家试一下，大家试一下。对，跟大家介绍一下，对，这个就是对笑的表情，然后那个歌会的时候，大家会把这个会发光的脚拿来当荧光棒在那边甩，不知道是怎样。对，那就好啦，就可以这样用，就可以这样用。对，然后这边还有2个妙妙工具哈，这2个妙妙工具大家没事就不要拿来用了，好不好？谢谢大家，介绍完了，介绍的哩哩啦啦，啊，没事，我们就玩玩看，玩玩看。难分难舍难搞，不要要这种难搞也不是不行，也不是不行。你们倒是画图，你们就去画图嘛。还以为这里是美式大卖场，什么意思？为什么是美式大卖场？什么工具都有，是不是？又有脚，又有刑具。刚才那讲，卖我别讲，恁家人不是说了不要用吗？啊，没事。对。大家没事，妙妙工具可以这样用。你想要再被编吗？你想？好，我们1分钟后见。好啦，开玩笑的啦。我这是阴晴不定一下想把你编掉，一下想把你丁选。好，丁选。特什么屋吗？也才2样工具而已，不要太瞧不起特什么屋了。我这里也只有提供2样而已，不要紧张。所以火蛇的汇集是一种土豆，不对耶。是有妙妙工具没有错，但是不对耶。虽然我最近好像很常被那个米奇妙妙屋的那首歌洗脑，就是那个 Hot Dog Hot Dog Hot Diggity Dog，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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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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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为什么要强迫大家听这个？为什么要强迫大家听这个啊？成火蛇到底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所以之后会提供更多工具，知道没有？不会。他们高的也都在查甫人踏在你身躯顶真高，不对吧？是像那个什么卫生纸那种加厚版的，是从2张变3张的概念吗？不要不要很重啦，不要啦，会被压扁啦，不可以。法务部等等来啊，完蛋了，我唱了快整首，会不会吃版权？没有唱那么好听，应该不会吃到版权吧？绿界特效有开吗？不可能绿界又这样对待我，不可能等一下，怎么可以？看一下哦，我有开呢。好，我手动再来一次。出现了，但是它没有跳那个绿界的动画那我只好再来手动的啊！怎么这样啊，绿界？感谢猫猫可爱的500块，请我吃芋头火锅啊！怎么没有啊？好，我自己念。感谢支持，感谢赞助。我的台词是什么？感谢支持，感谢赞助，这个钱我会给摕去买单咯。谢谢猫猫可爱的500块，请我吃芋头火锅。我真的要吃吗？真的吗？我真的要吃吗？为什么绿界又没有跳那个？很烦好，现在不是抱怨的时候了。好，感谢猫猫可爱赞助500块，让我可以多吃。如果是芋头火锅的话，可以吃几顿？不知道。芋头火锅，专款专用，只能吃芋头火锅。好啦，专款专用，真的假的？我还要拍照证明也不是不行。原来小工具不会增加吗？失落小黄脸比较有可能先增加失落小黄脸。对，看有人喙齿痛会当办哈？送喙齿痛？你是讲迄支迄支是办喙齿的，不对，不是咧办角的不是拔脚的，是拔牙齿的。迷信老鼠会出来，哈哈说一百，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斗内有指定使用方式，对啦，没有说不能指定，就对啦，可以指定吃芋头火锅啦，好啦，下次吃火锅的时候，我不会把芋头挑掉，专款专用，怎么会这样啊？但毕竟是请我吃饭，我也是不能挑食啊，对不对？脚专用是这个，不对啦，要用芋头素材吃线上火锅也不是不行。好啦，
有机会的时候开一个线上火锅，然后让大家体验一下，好像不错好像不错原来不是把脚拿来吃哦，不要乱吃，那个脚不能消化，你吃了会消化不良，会被我的脚戳到那个胃穿孔，不要乱吃，很危险的。吃线上火锅确实是有想过就是觉得好像可以，因为比较少看到很台的素材吗？就是感觉平常常看到的 VTuber 素材比较多是可能什么日式拉面店啊，日式的一些商店或环境，比较少看到那种很台的。我觉得那种小火锅，那种小台湾的小火锅的那种素材，好想要有，非常想要有这种东西。对，不知道有没有做素材的人会做这个？好像有烧肉模拟器，不知道有没有火锅模拟，感觉应该会有感觉应该会有而且感觉应该可以联动，然后弄什么黑暗火锅，或是抢别人的东西吃之类的，那样的话好像不错好，我研究一下，找一下有没有那个游戏，磨成粉做啊，不要再磨了，不是龙角散，不要乱磨。可是有角蛋白，不是啊，有角蛋白，但是不代表你有办法消化它吧？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啊。不是竹笋不是，它也是竹笋，它也是竹笋，哪里像竹笋？哪里像竹笋了？你的眼睛还好吗？嗨，蝌蚪，晚安啊，晚安，欢迎你来按摩环境，你来啊，脚捣碎就可以吃啊，不要把它当药材，不要把它当药材。活椒伞没有活椒伞，线上火锅不是过年邀请大家的线上围炉？你是说那个放食材图片的那个吗？那个是也不错，那个是也蛮好玩的。对，不过好啦，我或许真的是联动的时候把芋头丢给其他不吃芋头的 V 朋，对，没有错，这根本就是那个不芋派跟芋头派的大战争吧？感觉很有看头是这样子吗？好啦，如果真的有这个游戏的话，应该开来玩一下然后好久没吃火锅只好下次真的吃的时候，只好真的吃芋头了嘛，也不是真的那么痛恨啦，也是可以吃啦，也是可以吃。我好像想不到什么真的绝对不吃的东西这么一说，好像真的想不到完蛋了，我觉得要被大家挑战了。唯一官方指定通路火车生产活椒伞，不要乱讲，没有这种通路，没有这种商品，没有这种商品，可以全部丢给阿赫。不是我本来没有爱吃芋头，不搞错了吧？搞错了吧？就如果真的没有人要吃的话，也不是不能丢垃圾桶，对吧？也没有不行吧？喜欢先煮高丽菜和玉米，高丽菜当然要先煮啊，高丽菜就是最一开始就要煮进去，然后最后把它煮到烂烂的才好吃啊，对吧？高丽菜肯定要煮超烂吧？有人不同意吗？大家应该都同意啦高丽菜就是煮到会软这也好吃。怕苦瓜我也是不吃苦的，我也不吃苦瓜。对，我不太能理解为什么要主动吃苦呢？为什么呢？大家为什么？虽然我知道伊里很喜欢吃苦瓜的样子，我为什么会这么了若指掌嘞？怎么会这样子嘞？一头要蘸酱，在蘸酱里加满香菜。真的火锅店蘸酱会给香菜吗？我好像没什么看到过火锅店的蘸酱给香菜好赞哦，感觉可以感觉有香菜好像不错不能浪费食物。好啦，也不是不能吃啦，是可以吃。南瓜可以南瓜可以，我还蛮喜欢南瓜的。不管是火锅里面煮南瓜，还是南瓜浓汤也很好喝。对，我其实还蛮喜欢南瓜的，南瓜也是把它煮到烂烂的，很赞。对啊，不吃给西语吃苦瓜你也吃真的假的？反正芋头大队长变成了好吧芋头，最后就会爱上芋头都是什么？怎么会有这种东西？怎么会有人要看这种东西？怎么会？收拜阿会是笨寿汤的头前上面有这笨寿汤的头前是说我的下一个就是笨寿汤，我是比笨寿汤稍微前面一点的那个选项嘛？听起来超不好的，不要这样。我自己提到，高丽菜都煮脆脆的也是可以啦，但我还是比较喜欢吃烂烂的好吃因为我在晚上去过伊里他家，是有去过没错，你不是也去过吗？等一下 gay 在那边讲什么卖等一下 gay 先讲几个有的没你明明就是一起去的，少在那边烤甜加赞，有甜太有甜我都吃不出来，我就吃到苦味不过烤过的风我就可以吃但那也是没那么挑食。对，苦瓜风那个苦瓜一圈，然后那个里面有那个塞那个肉，那个蛮好吃的。生食青椒，五过鱼你的青椒吃苦瓜干么样？这样超苦的吧？超苦的吧？
南瓜加什么都好吃。对啊，南瓜好吃啊，南瓜好吃，南瓜浓汤赞，真的南瓜浓汤真的赞，真的赞。晚上不愧是不是就是吃饭，没有吃别的东西，就是吃饭，不要乱讲。吃芋头吃到不对耶，谁想看这种东西，超诡异的。阿玲，你的喜好有点奇怪。哎，没去过，那问伊犁啊，那问伊犁。宝箱怪多夫征啊，也不是，不行，我们现在生活在人类社会，我们要按照人类社会的。虽然我觉得也没有只能1对1，但是我比较喜欢1对1的关系，这样可以吗？我觉得感情的形式没有限定在1对1，只要大家讲好就好。但是我个人呢，应该是蛮确定会选择1对1，没有要多夫，那个都是商业演出，大家冷静。对，那个该醒的时候要醒。我觉得 K 红说的对啦，那是肉在喝价，不是苦瓜在喝价。真的，我有同感。苦瓜红是肉在喝价，不是苦瓜在喝价。有影？火车晚上去过，不要断章取义。金龟煮火锅比蚵仔较恐怖，太金龟煮火锅袂歹啊，很好吃呢。我就上介意金龟煮火锅的时阵，把迄个金龟煮甲烂去，烂去再拉伫迄个汤内底，袂歹啊，非常好吃。对，但对它会散掉，对。因为通常食火锅的时阵，迄个可能迄蚵仔会先处理过，迄蚵仔可能会先煎过，若煎过，你在煮的时阵就较袂散去。有没有听说过？大家有听说过吗？就是那个芋头，如果先把它外面炸过的话，它比较不会煮到散掉。不过金龟就无咧安尼做，金龟就是你若煮较久，就定定会散去，绝对会散掉。对，好，所以我可以理解啦，我可以理解，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比较恐怖啦。金龟是什么地瓜？不是，金龟是南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叫金龟，反正就是它就叫金龟。唯一吃火蛇、火扫，可以交换，对，顺序可以变，对，但是没错，可逆不可拆，唯一支持这个要顶选起来，太棒了，非常喜欢这种言论，太好了，西语说出了真理。无金龟好食，对啊，金龟好食，睡着的梦是自由的，好哦。那别醒了，那不要醒了。会把南瓜丢到喜欢南瓜的人锅里啊？可以，我可以接受大家的南瓜，可以。芋头就要煮到散掉啊！你去做芋头桌。后摆吃饭爱分，要分不同桌。你去芋头桌，你走开。南瓜米粉好吃，真的。深夜布丁很懂，南瓜米粉真的好吃，非常好吃。南瓜好吃，但是不知道怎么煮完会比其他食材烫啊，是这样没错。那个每次那个南瓜煮起来，就是火锅里面南瓜煮起来，准备要吃都烫得要死，真的会。而且青瓜会记其实是鸟记，我火舌是猫舌头，所以真的吃不了，吃的时候非常痛苦。把全部的芋头跟南瓜全部丢给阿辉，不用哦，南瓜就好了，芋头可以给阿玲，好不好？阿玲喜欢把芋头煮到散掉，请把芋头给他。还没有试过高丽菜煮蛋啊？对，确实有这招啊，我有试过高丽菜煮蛋是真的可行真的可以，真的做得到还不错。南瓜焦糖烤布蕾，对啊，南瓜做成甜点也不错啊。南瓜就是甜的可以，咸的也可以，非常完美的食材，完全同意。金龟是因为成熟的时候看起来金啊，原来是这样子，好像有道理。对啊，是那个颜色算金没有错。的确，难怪叫金龟。南瓜炖饭很好吃啊，真的好想吃哦！现在突然好想吃南瓜哦，不要这样，不要害我。但好像果然最想吃的还是南瓜浓汤，好喜欢南瓜浓汤。就怎么说呢？那个淀粉跟那个南瓜香真的是恰到好处。南瓜真的是很棒的食材呢。好，我来喝个水，我是爱啉茶。大家有什么生活烦恼要对我倾诉的吗？也可以哦。没有的话，我想一下，我有什么生活烦恼？来看敢有会当讲的，可能做者没当讲。晚上了就该聊些吃饭的话题，对啊，差不多是宵夜的
宵夜的时间了，可以来聊点宵夜话题。哦，有有个很适合吃饭的话题耶，有没有听到都觉得美好？哦，这集要那他，这集是蚊哦，刚是蚊崩。最近的烦恼是打不到蚊子吗？这超痛苦的，真的超痛苦的。而且我就是很容易被蚊子咬的体质，对，所以真的打不到蚊子，真的会非常的生气啊！蚊崩啊，金龟蚊崩，原来是蚊崩，好学到了，不错，蚊崩，蚊崩我要喝价，蚊崩喝价，我嘛有介意食鸡崩，鸡崩就是烩饭，鸡崩嘛袂歹，我嘛有介意。盐酥金龟我没吃过呢，有吗？有这样做、哦？盐酥金龟听起来嘛是听起来袂歹呢，听起来是蛮好吃的。大部分东西做盐酥应该都不错吃吧？谢谢火蛇帮你们把蚊子吸走，确实，在一群人之中，我确实是会吸引蚊子，然后就是帮大家承担一切的那个人，是这样没有错。结婚的烦恼是拍袂到乌龟小黑蚊哦，那个更难打，那个也是蛮烦的。把灯关掉之后用手电筒照墙会比较容易找到哦，真的假的？我知道他们好像喜欢躲在比较黑或比较深色的地方，对不对？所以把灯关掉，它就有可能去墙上，是这样子吗？哦，好像有听说过，不过后来我都要么就是太累了，就真的睡着给它叮，要么就是开电蚊香。这个垃圾车带3只蚊子回家好痛苦哦，超恐怖的。对，真的是非常的痛苦。你就会跟蚊子共处一室，被关在同一个空间里救命。阿慧可以帮你考36天后的考试吗？应该是没有办法哦。谢谢火蛇当谈，确实。蚊子亲你，咬我还给他拍拍手，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哈，你房间有密室蚁是啥？隐翅虫吗？是吗？这个词我好像没有听过。密室蚁是啥？不是蚁。密室虾是啥物？不过我知道白蚁也是让人蛮困扰，对不对？哇，之前被小黑蚊叮嘴唇变 N 强，真的有一些蚊子真的是会咬，我觉得最恐怖的就是咬你的嘴唇，或者是咬你的关节也是非常痛苦。就是我说的关节是那种不是手指的指节，咬手指非常的痛苦。很恐怖，那个会痒到受不了。原来看阿慧的台被叮，所以被吸引走了。不要过来啊！开了电蚊香会跟蚊子一起数掉啊？你是过敏吗？是没有办法，就是闻到电蚊香，有些人是不是会头痛，然后会那个没有办法？对，那没办法。而且好像大部分的电蚊香就是猫是不能闻的，那个对猫有毒。杀虫剂跟电蚊香好像对猫来说是有毒的，所以如果我家的猫有要来我的房间的话，就也不能开电蚊香，也不能开，然后就会跟他说，那个等一下有蚊子的话，你要帮我抓哦。那猜他会不会抓啊？当然是不会啊，嘛没法度啊，非常可怜。难怪有个大产地是在苗栗造桥，之前在那边上班过，所以对所有南瓜都很了解。好酷哦！所以你是南瓜大师哦，所以是隐翅虫。隐翅虫不是有毒？对啊，隐翅虫是会让人过敏很严重，对不对？然后会超痛的，是这样吗？我没记错的话，这样好像有一点灾情，所以蛮多人在讨论的嘛。虽然有一段时间了。刚是目睭的好朋友黑白杯，你是说？黑白杯是啥？黑白杯敢是那个飞蚊症是吗？飞蚊症，黑不讲啦，飞蚊症是只有你看得到啊。那个虫是真的会咬你，很麻烦。还是比较喜欢传统蚊香哦，你喜欢那个味道哦？真假的？我是也没有不喜欢啦，但是好像没有到特别喜欢，对吧？用听的手指就开始痒了，真的，然后会用牙齿啃关节，会，我也会，太痒了就会想啃它，或是那个切西瓜，大家都知道切西瓜吧？然后就狂抓，把它抓到那个，有时候会抓到破皮，真的是受不了。猫咪优先，对，没办法，它在就不能开啊，那就看它要不要帮我抓蚊子啊，不抓我还能怎样嘛？我还能怎样？哇，你家的猫会抓壁虎跟蟑螂，刚好是非常恐怖的2种动物。壁虎跟蟑螂哦，
我家的猫之前会抓蟑螂，但是问题是它抓蟑螂它不会杀死它。猫咪抓蟑螂，猫咪抓猎物，很多时候会给它留一口气，因为还可以继续跟它玩。然后我家的猫就有抓蟑螂，然后是会动的，然后它又会想要把猎物送给你，我是很感谢这个心意啦，但是不要，对。但后来好像因为它这样子送礼物，然后所有人都嫌弃它，所以它就再也不送礼物了。看来它是可以社会化的呢，跟某些人类不一样啊。油漆味也香香，真假？塞菲尔喜欢油漆味哦，那塞菲尔该不会也喜欢那种加油站的汽油味吧？感觉跟油漆味是有点类似。汽油味跟油漆味我好像就没有很喜欢。芳水臭臭，芳水那是喷伤高的时阵，就会臭臭哦。有时候太刺鼻，真的是确实。传统蚊香很香，可能因为闻到蚊香就会想起那个当兵的时候站哨的感觉。就没有那么喜欢的。猫抓东西都是在玩，对啊，大部分都是吧，就只是在享受那个狩猎的乐趣嘛。猫抓蟑螂是交朋友，是这样子吗？那我要收下，猫咪很可怜，我才不要收下嘞！我没有办法，我怕都怕死了。是他要学习送那个我会想要的礼物吧，比如说送我钱啊之类的，对不对？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那个送别人礼物的时候要挑选人家会喜欢的礼物哦。如果你送的礼物只会让对方困扰的话，那就不要送哦。大家都学会了吗？香香哦，塞菲尔也喜欢油漆，不是塞菲尔也喜欢加油站的味道，是不是？油漆味好臭，加油站比较香。确实选一个的话，我比较喜欢加油站。选一个的话，加油站我好像还可以，但是油漆味我不行。送礼物还挑，不行，猫咪的礼物就是可爱，真的假的啦？所以如果有猫咪送你们蟑螂，你们真的 OK 吗？你们真的 OK？ 以前校猫会抓蝉给你，但是没有要收，它就在你面前把它吃掉，超有阴影，好恐怖哦！听起来好有声音哦，脆脆的，天哪！猫该送阿慧的脚脚，你们可能会想要啊，但我不要，不爱加抓，干来当上鸟鼠，这样有比较好吗？猫咪不送蟑螂，改送老鼠，你们会比较 OK 吗？你敢不介意上鸟鼠，你得较送哦？干没？哈？以前学长徒手抓嘎抓，然后吃掉，好恐怖哦！真的假的？不会不卫生吗？就是我知道有一些昆虫是可以吃的，可是徒手抓到的蟑螂，你不知道他去过什么地方你不知道伊捌去过什么所在，摸到什么感觉泰哥，感觉好恶，我觉得不太行，感觉不太妙啊。当下觉得那只校猫的画风很伊藤润二，那也是蛮恐怖，太恐怖了吧？有一阵子在留胡子，朋友看了很不喜欢，所以生日我就直接送你300支抛弃式刮胡刀。300支是有点多300支抛弃式刮胡刀有点多，有需要这样吗？这个是1年份吧？这样是超过1年份吧？抛弃式的也是不会只刮一次吧？这个绝对超过1年份天哪！老鼠跟蟑螂看到直接先大叫妈妈啊！真的，对，不管几岁都会这么做吧？不管几岁，就算50岁也是会大叫妈妈吧？这肯定会吧？这没有办法看房间的窗仔外就是别人的田，天气热的密集遐出现啊，好恐怖哦！但这好像这要怎么办啊？那个是可以，那是不要那处理，那干嘛都预防？那个是有办法预防的吗？这是爱用什么？蚊香有用吗？蚊香感觉没有用呢。鸟鼠较高水敢死，鸟鼠那是大只的嘛是会惊呢，但不要恐怖呢，感觉会快速跑来跑去就会使人害怕。鸟鼠我也无法度，鸟鼠甲家爪若要选一个，哇，咁定定爱选，我应该拢无法度呢，非常恐怖，2种我都无法接受，真的没有办法。不对啦，我其实有准备很想跟你们分享的事情啦。老鼠饼确实有时候那个就是骑车出去的时候，在路上就会看到有一些在路上就是被撞的薯饼，就觉得有点可怜。为什么阿慧念老鼠是鸟畜，但大部分听到是鸟气？都有2种都有人说，那就是腔口无共，腔口就是腔调，因为台语的腔调就是还蛮多种的，所以常常都会听到同一个词有不同的讲法。
对，那像鸟醋、鸟气就是一种，然后还有一个大家也会说啊，会跟别人不一样的，就是地瓜叫憨吉，马铃薯叫马铃吉，嘿啊，但是我呢，我的口音，我家的口音是憨族、马铃族，对，所以就是我家的有一些一会变乌，但是不会讲毒吧，还是会讲迪吧。对，因为台湾的口音真的是每个地方都差蛮多的，对，所以这个是学台语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点困难的地方。是的，是的，那算沈堂啊，沈堂啊也塞，沈堂啊我也塞，沈堂啊我好像不会怕我 OK 啊，那个确实会有人当宠物没有错，老鼠可以喂蛇，蟑螂可以喂蜥蜴，特宠人狂喜。确实，我知道有养比较特别的宠物的人，甚至会养蟑螂当食物嘛。好像对啊，我就有朋友有养蜘蛛啊，他为了要养蜘蛛，他就必须养蟑螂，因为他的蜘蛛要吃蟑螂。嘿，是的，都要喝公的低度，嘿，是南部的猪跟北部的猪碰在一起变低度，不是这样，不是这样。隐翅虫怕精油类味道哦，原来是这样子哦。哦，但不知道我贵喜有没有试过？不知道我贵喜有没有试过用精油之类的？哦，养蚂蚁也要养蟑螂，是哦，蚂蚁也是吃蟑螂啊，它们是很多只分一只这样子哦。原来如此，哦，对啦，有一件事情一直很想跟你们分享，一直没有机会。这件事情真的蛮有趣的，我必须分享，本来想聊租得，对，也没有租得啦，就是我有把一些生活中发生的有趣的小事写下来，准备跟你们分享。但是我已经隔2个月没有开纯杂谈了，所以一直没有机会讲。好想讲一下啊，就是那个我有一次去，应该已经是2个月前了。对，我去吃火锅，去某一家反正就是去某一家那个火锅店嘛。然后那个就是餐厅有播音乐，然后它就是背景音乐，就是算 BGM 嘛，应该算，反正就是播一些那个经典的台语歌曲。对，然后这个其中就播到那个喊雷跳恰恰，反正很经典就对了。对，然后那时候呢，我刚好去厕所，对，就是刚刚说的那个非常适合配饭的话题。是的，那时候我在便便啊，那时候我在大便啊，我在那个隔间里面大便，对，然后就是他那个背景音乐，就是厕所也听得到，对，然后我就听到外面有人在，就是因为男厕的话，就是会有那种站立式的小便斗。对，然后外面就有人在唱歌，有时咱讲在唱歌是讲在放流的意思，啊，不过伊真正在唱歌，他真的在唱歌，他真的在跟着唱那个喊雷跳恰恰。对，然后那个通常我在那个餐厅厕所大便的时候，我都会，为什么我讲大便的时候聊天室就不动了？你们有这么讨厌这个话题吗？大明就很喜欢，我以为大家看 VTuber 都喜欢屎尿屁，好，我继续讲，对不起，就是通常那个正常人在大便的时候会拿手机出来滑，可是那个厕所里面收不到讯号，就很无聊。对，那我就只好很认真的听外面的人唱歌。那他唱一唱之后，是你也会很容易不小心跟着唱，没错，我就跟着一起唱。哇，对，就外面的人就是唱到哪一句我是忘记了，对，想被玻璃破个安，对啊，然后我就直接接着唱，他是唱什么？踮在你的身边，惊予人知影啊！我就从里面就唱，是感到珠泪跳恰恰，然后他就安静了，超尴尬的。然后我就不敢离开隔间了，你知道吗？我就很怕那个，我就非常害怕那个离开隔间之后就看到他在那边尴尬，我就会跟着尴尬。对，但我出去的时候他已经就是离开了啦。对，哈哈，谢谢，就是这样。有没有很适合配饭？很容易不小心跟着唱。对啊，就听到经典老歌就想跟着唱，然后刚好会的歌就会很想跟着唱，这没办法吧？你们不是月台吗？不用是月台也可以喜欢便便啊，对不对？猫猫可爱，看起来像喜欢便便的样子吗？我不知道我怎么知道？为什么旁边有人要接我的歌？原来是被抢麦的感觉，所以不爽是不是？所以就不唱了啊？原来是这样子哦。厕所组合唱团，难得见的浪漫，没有错，就是这样。那时候遇到的那个人真的是太不浪漫了，这是太没有缘分了，缘分，让我想起我很久以前听过的一个奇怪的笑话，对，就是很久以前呢，有一只长臂猿，
它就是快乐的生活在树林里。那这只长臂猿呢，有一天就在树上拉了一坨便便，但是很不巧呢，附近有一只红毛猩猩在赶路。那因为它在赶路，所以也没看到自己的脚下，就不小心踩到了长臂猿的便便。那长臂猿觉得非常的过意不去，所以呢，就跑到了树下，很细心的帮他把脚擦干净。结果这个擦脚擦一擦，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渐渐的受到彼此的吸引，他们就成为了这个跨物种的一对情人。那到了他们老了之后呢，电视台就来采访这对跨物种的老情人，说你们当初是怎么会在一起的呢？然后那个红毛猩猩就想起了他跟长臂猿的这个便便的往事，就说缘分都是因为缘分。好想编自己1分钟哦！不要问号我，你们怎么可以问号我？你们怎么可以？我是主播我是主播我是这里的主场的主人你们怎么可以问号我？太过分了！只要我袂该叫，该叫的都是别人。对不对？就是这样。好，没事。好，谢谢定心丸。之前看过一个影片，外面的人唱的太难听，所以他高歌把外面的人吓坏，太疯了吧？晚餐厅这个真的会开心叫对不起，对不起，我下次要先加注警语，是不是？就准备要聊奇怪的话题了。在吃饭的人，请那个，请去回避一下。好想吐槽什么东西，但是算了，明就很好笑。那你知道狮子跟熊的大便谁比较臭吗？狮子和熊谁的大便比较臭？我不知道我知道兔子会吃自己的那个我知道啊，兔子会啊，兔子就是会先闻闻看，然后如果那个便便里面水分还蛮多的，就会把它吃下去，因为水分对它来说很珍贵，要再吃一次。如果出来是干的，那就没有了，就不会再吃了。我记得是这样子啦，我记得是这样子。狮屎胜于熊便。好，什么时候可以编主播1分钟的功能？也不是没有这个功能啦。那真的吗？我就先编自己1分钟咯。哈哈，我要怎么编自己1分钟啊？不完全是不完全是我记错了。现在大家爱介意阿慧的便便，无安尼讲，唔免介意我的便便，介意我的人就好。请不要喜欢我的便便，这有点太奇怪了。好，编自己1分钟。没有啦，还没有要关台啦，是有多不想看到我？爱你就像烙赛一样一发不可收拾，不要这么浪漫这个我没有办法谁会这样子？谁会这样子告白？你给我这样子去告白看看，我非常想知道。给火蛇便便语录，这是便便语录吗？爱你就像烙赛一样一发不可收拾，怎么会有这种？怎么会有这种东西？怎么会有这种东西？真的会有人这样子吗？真的假的？好，开心就好，真的也开心就好。爱屋及乌的极致，哪个部分？爱屋及乌的部分是指那个爱一个人就会接受他的便便语录吗？是这样子吗？兔子的同一批大便会消化2次，第一次出来是水的所以它第一次出来的时候还不是完全消化完的，所以它必须要吃下去才有办法吸收盲肠消化纤维产生的营养。第二次出来是干的，就是因为真的吸收完了原来是这样子，原来是这样子等一下，这句怎么念？松爱出种是这样念吗？你讲给为，不是你讲给发，是这样吗？是这样吗？我客语不太好，欢喜的喝点，对不起，还好没有刚好阿慧不在的时候有人降落，不然就会怎么没人。那也蛮好笑，那样我会赶快出来迎接，大家不要紧张，大家不要紧张。我甚至没有认真计时1分钟，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被背1分钟。天哪，怎么这样？对啊，长知识，我都不知道兔子便便是这样运作的，太好了，我又学会了。虽然我不知道这个可以干嘛，因为我也不是兔子，但是好的，我知道了。也许我有兔子朋友的时候，我可以跟他们说：“我知道你会吃便便不对吧？不对吧？需要再吃一次，是因为盲肠消化完之后没有办法逆向送回小肠吸收营养，所以它的顺序是明明已经先过了小肠，然后到了盲肠才有办法消化成小肠可以吸收的状态，但是就只好再把它吃回去，才有办法
吸收到吗？天哪，这骚扰吧？你是说跟兔子说，兔子，兔子，我知道你会吃便便哦。对，确实，它应该会非常的，正常的兔子应该会不太高兴，是这样没错。阿慧可以变成兔子啊，头上有两只角角，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不要看到两只角角就觉得可以变兔子好不好？这样很多人都可以变兔子哎。还有谁有两只角角啊？还有谁有两只角角？感觉应该很多哎。牛也会反刍草属性吗？草属性动物吗？所以草属性动物就是会被火属性动物痛扁，对吗？好，草属性动物都有很多再利用食物的方法，可是感觉反刍跟吃扁扁还是有差，对，那个我不知道哎，所以以后想要叫人家假赛啦的时候，就可以不要说假赛啦，可以说你记得偷啊，这样子吗？好，学会了。好，4倍伤吗？火属性动物打草属性动物是4倍伤，是这样子哦，原来是这样子。因为能分解纤维的共生菌是在盲肠里面啊，原来如此。今天工作比较忙，没有时间拉屎，但是有放屁。今天的屁有些调皮，好像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年一样，静悄悄而且很温柔，让我想起国中什么东西呀？阿玲，屁是屁股的不挽留，什么东西呀？我贵。反刍是另一回事，反刍是把胃里的东西吐出来。好不一样，对不对？感觉不太一样啦，阿慧晚安，大家晚安 ，Mercury 晚安，暗慢还给拍摄，就刚好来就听到那个便话题，对，这不是我愿意的，应该不是，虽然是我导致的，对，好，对不起嘛，阿慧是草属性，我很潮吗？还好吧，我觉得还好啊，普通，怎么有人喜欢这么玩？哦，我有那张图诶，等我一下，我找一下，对我有台文版的哦，但我要找一下哦。我平常的其中一个喜好就是收集台文的梗图，对，让我找一下，那张很经典呢，难道我没有吗？有啦，对，就是这个，靠别，那我能兴趣比耶，对，没有错，这张图非常的好用，可能现在很多聊天室的人都是这种感觉，是不是？绿的应该是草属性吧？是这样子吗？我想一下哦。所以有火属性的人会对我造成2倍伤害吗？应该感觉伊里是草属性没有问题，对，但是宝箱怪是什么属性？要再想一下啊。没关系，都习惯变话题了，我也习惯变话题了，都是大家害的。对，你说大便的离去是马桶的追求，还是屁股的不挽留？再来啊！我就努力用这个语气念一下，好像其实蛮好玩的，怎么会这样？没有想过今天会变成这种台，怎么会这样？以牛而言，牛有4个胃我是不是要用那种口气？好，我来试试看，气泡音之类的。以牛而言，牛有4个胃，第一个胃和第二个胃几乎只有储存作用，草进嘴里直接吞，等移动到安全的地方再吐出来慢慢咬。第2次吞下去会进第3个胃，才真正开始消化。哦，原来是这样子。好像有道理耶，就是要先储存起来，然后因为可能那个嘛，怕被掠食者抓到，所以就是赶快吃一吃，吞一吞，没有时间慢慢嚼，没有时间细嚼慢咽，要先移动，然后到安全的地方才可以细嚼慢咽。原来如此，难怪我平常吃东西那么快，因为我没有多3个胃。杨妹妹好像也是，我记得羊也会反刍嘛，对不对？好像羊是，等一下哦。到底是羊是牛科还是牛是羊科嘞？好像羊是牛科吧？是吗？羊是牛科，对，羊是牛科没有错，羊是牛科，羊也是一种牛。全属性啊，宝箱怪最强了。想要怪是欢喜欢斗的属性，是的。要说是真的嘞，也可以啦，随便，大家觉得是什么属性就是什么属性。可是我也有火，应该是火草双属性啊，那不错啊，自己克自己，是这样子吗？又来了是不是？来吧。大便是爱，平时你不会感觉到，但它来的时候，你却招架不住。开心了没？怎么还有？真的还有。阿慧可以选择自己是恶鬼碰还是很辣椒，我觉得恶鬼碰比较可爱耶，我觉得恶鬼碰真的很可爱。
他怎么知道草要吃几次了，要去哪一个胃？不知道，但是他的胃会知道吧？鸡题、偶题不同，不是太认真了，这个连我都不知道，我学不会。怎么会有那么多知识？天哪！家里的马桶是世界上最好的对象，它专一只吃你的大便。当你在厕所苦恼事情时，它都默默在你身边陪着你。不对吧？家里的马桶会吃全家的大便吧？家里的马桶有那么专一只吃你的大便吗？家里的马桶应该全家人的大便都会吃才对啊。Pokemon 有这个特性会变做拍出来教授的属性，对一个特性，欢喜欢乐是吧？刚是，所以如果是欢喜欢乐打出来的就会是欢喜欢乐，什么意思？没有懂。羊会哞的叫声吗？你要问羊啊，怎么会问我嘞？我不知道，家里马桶也会吃女朋友的大便，这样好花心啊！不然怎么办嘛？不然你朋友不能棒晒哦。羊的也是4个胃哦，真的假的？这个我不，但我好像知道那个叫什么啊？牛肚吗？牛肚的那个牛肚好像是特定第几个胃，它好像每一个胃的那个材质不是材质，每一个胃的组织吧，每一个胃的组织不一样，然后牛肚是特定某一种胃，不知道第几个，然后每个胃其实有不一样的名字嘛，对不对？马桶吃什么不知道，但小便都会吸人，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太听不？家里马桶这种不专情的吗？对啊，怎么这样啊？见一个吃一个，是这样讲吗？不对吧？不是这样讲。渣男马桶，这里好奇怪，这里越来越奇怪了，什么东西？每个胃的组织和功能不同。对啊，我记得4个胃的名字都不一样。照命名习惯来看，缺什么就会在名字里加什么，所以应该是草属性缺火。哦，原来我缺火吗？可是我没有缺舌啊，我确实有舌头，没有缺舌啊。你的淘气你要晒好处理的杯烫，有一些猫砂好像可以啦，忘记是要特别哪一种了。对，因为我们家不会冲马桶，所以我没有记这件事情。但好像有一些猫砂是可以冲马桶的，没有错。那有一些其他的不行。对，那如果不行的话，可能就会卡住。卡住的话，就拎到的人都会给你吼起来，你就自己想办法啊。家里的马桶是参与家里，不是来破坏家庭的。你这样说有道理。为什么我们不能一起爱马桶呢？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这整个家庭不能跟马桶一起好好相处呢？我们应该接纳马桶是我们家的一份子啊。为什么一定要针对？为什么一定要要求它只能属于特定一个人？对不对？你多久没拉屎？这个影片我有看过，这个是短影片吧？你多久没拉屎了？上次拉屎又是什么时候？你现在在拉屎吗？是什么颜色？是什么味道？今天你拉屎，我不行。这个，既然都有人拍成短影片了，我必须那个有一点那个我的特色，我们应该要用台语版，对不对？哦，怎么会这样？溜大久无，好烦啊！溜大久无放屎啊！顶回放屎又搁是啥物时阵？你即马敢有伫咧放屎？是啥物色水？是啥物气味？今仔日你放屎啊未？去放屎，去放无互定义的屎，去你应该去的所在放屎。甲你的厝内人、朋友、兄弟姊妹讲你咧放屎，莫惊吓，大胆的放屎无罪，无互定义，到底是在讲啥？为什么要念这个？一个位是底饭，一个底钱咯，一个底甜咯，无底水果的位，哇，根本就是我，这完全就是我，没有错，我也要装正餐、炸物跟甜点，还要装饮料啦，安尼多好4个啦，所有的人拢应该爱有4个位，一个底饭，一个底钱咯，一个底甜咯，一个底饮料，安尼拄好，水果唔免，青菜唔免。都唔变，可是肠胃科医生会拍的东西是这样子吗？不被定义的屎，有机会遇到肠胃科医师的时候，问问看他要不要拍。有一种健检的味道是这样子吗？不要啦，不要这个味道，不要有味道，不要。
会使出一本诗集，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不敢呢，我不敢呢。不是我出这个诗集会发生什么事？就是那个有人可能就是很想要学习一些优美的台语诗词的时候，他就会在那个书店就是搜寻找那个台语诗集，然后台语诗集搜寻下去会出现什么？就会出现那个若巧老师那个一回相喜啊，隔壁的阿慧在棒赛，这两本放在一起能看吗？这两本书并排在一起能看吗？哈，不行吧？不可以吧？不可以耶！不要这样子。阿慧可以拍这个秀词了，好像可以，其实好像不错哎。简爱救人哎，简爱救人，那个画面不行啦。你能想象一个就是想要来学习台文的人，他想说，哇，太好了，台语好美，我想要学习更多优美的台语的词句，然后一找下去，哈，阿慧棒赛，不是每个人都是陈月台哎。原来今天其实是故事台词会嘛，哄睡台词吗？大家想要的哄睡台词就是叫大家去棒赛，去棒无红定义的赛，这样子哦，真的假的？你刚刚好好棒赛啊，真的假的？有些人会这样，我到哪都会勇敢的放，嘿，不错哦，不错吗？听起来真不错，不错吗？先注文，你注文这要冲啥？你注文这要冲啥？为什么要这样？啊，又要来了，是不是？爱情就袂输一菩萨，若要来就是主动啊，主动袂掉。爱情就那一菩萨，最强落就袂搁再转来。哎呦，押韵呢！爱情就那一菩萨，逐摆拢相共，煞哥无相共。爱情就那一菩萨，有时啊拍拼真久，煞是一个屁。到底在讲什么东西？挺美的，真的假的？我真的要出大便诗集吗？不要吧，不要吧，干嘛呢？对啊，干嘛呢？先要签名，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哎，请大家爱阿慧的便便，要不闭get，不要这样威胁大家。哎，想你就像拉屎一样，一遍又一遍，怎么感觉很适合当歌词啊？这句话超适合当歌词的。可以出个 rap 哎，还是我们把那个大便诗集出成 rap， 出成一首歌啊？本来想说原创曲，不知道要写什么内容。剪精华可以剪，本寿单会记亲签版不对，这台有点重口味。我是被大家带坏的，我是被大家强迫的，一定不是我的问题，绝对不是我的问题，拢是恁的问题，无可能是我的问题，对不？绝对不是我的问题。啊，无是安怎？好啊，不要紧啊，拢是我的问题，逐摆拢是我的问题啊，恁拢无唔对啊，嘿，拢是恁，拢是我家己想这个安尼想要迄个讲是我有诶无诶，绝对拢是我的问题。怎么又在这个？好啦，也不是不可以出，好，我再想一下，不行，我要颠簸一下，我真的要那个秀一下我的那个，既然刚刚已经打开我的那个台文梗图的收藏了，必须要那个拿一些爱线来给你们看。最近还有一张很喜欢，怎么那么大张？看到一个大大的靠腰在这里，超好笑。这好大张哦，怎么这么精致？这个我一直没有看到台文版的，觉得非常可惜。对，就是这个靠腰，这是啥小？对，这个很实用啊，大家可以截图拿去用，好不好？接下来颠簸没应用就是对，是的，我认为呢，台语都是要做一些当然营养的东西也要做，但是也要做一些不营养好笑的东西，大家才会爱看，好不好？很努力的在辩解啊，真怕变在辩解，对不起，我就是一个没有水准的人。对，还蛮多人以便为主题写诗，在白色的等待里遗落了一部分的自己。哦，好诗意哦，怎么会这样？大家都是熟性啦，什么熟性？又不是那个牛肉要熟成，大家都是熟性的观众。真的剪精华，真的假的？霸道总裁爱上时什么意思？怎么会有这种剧情？谁想看？扁盖？你是要大盖还是小盖？大盖就是放屎，小盖就是放尿。安尼讲嘛对。什么东西？我要念吗？我真的要念这个吗？还可以分享那个阿慧去你粉专靠背，对，确实有这回事。这天晚上，霸总正在拉屎，由于我迟迟不出，霸总露出3分不耐、6分讥笑和1分薄凉，屎立刻给我出去！这是霸总一个用力，是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这是什么东西？我不要看这个，
变看变看，我们家很爱讲变看，我觉得变看是一个非常好用的词。变看的意思就是讲迄个时到时担当。有一句话叫做时到时担当，无米才来煮番薯汤，就是说看着办，看着办，变看。比如讲暗顿唔知影要食啥，阿阮母啊都会讲啊，得变看。对，这句名就很好用，而且跟大便一点关系都没有。阿轰，你不要让我对这个词跟大便产生连结，好不好？对，这没办法接受。对，变看真的很好用啦。对，等一下不知道宵夜要吃什么，对，再讲啊，变看变看，看着办，看着办。对，看着办的台语就是变看，大家可以学起来，这个非常好用哦。我发现我的台就是在大便跟认真的台语教学之间反复横跳，是这样吗？凊菜的意思吗？有点像，但感觉凊菜有点不耐烦嘛，稍微，我觉得凊菜有点就是凊菜啦，随便啦，感觉又比较不耐烦一点啦的凊菜姐姐凊菜，但是变看我觉得好像比较和善嘛，然后有点被动的接受命运，就是有什么吃什么。我不知道，我觉得语气上有一点微妙的不同，但应该没有很不同啦，所以应该意思蛮接近的。大部分的情况下，凊菜跟变看应该是可以相替换，应该是可以互相交换，应该没问题。对对对，没有用大便看，没有那种功能，大便已经离开你，它已经不再属于你，它已经不是你的一部分了，所以它应该没有办法帮你看，你也不能对它提出这种不合理的要求。你要尊重你的大便，它已经离开你的身体，它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原来台可以学的那么简单，寓教于乐啊，对不对？对吧？我的台都是那个寓教于乐，非常优质。拢会使好像也差不多吧，拢会使都可以。拢会使跟变看的差别，我觉得是，我觉得我觉得变看感觉是看着办，看着办就是看到什么再决定。对，但拢会使好像没有那种等一下看着办的感觉，就比较像是都可以，有点像是如果你说等一下要吃火锅还是牛排啊，如果说拢会使就是都可以，但如果说等一下要吃火锅还是牛排，就说变看，感觉好像是让我脑中产生一个就是一边逛街一边慢慢决定要吃什么，可能不是火锅不是牛排，就是看到什么就吃什么的这个感觉，这个好像有点太个人了啦，对，但我觉得意思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基本上应该都差不多。先去看边再决定吃啥，是这样吗？好像不是这样讲。看边是什么？看边边吗？刚吃饱，谢谢火神啊，不客气。那个吃东西就是要有进有出啊，对不对？不对啦，不要再讲这个了，不要再讲这个了。你妈妈说吃什么？你爸说油仔粒，油仔粒我也很喜欢这个说法。油仔粒其实就是水仔粒啦，随便你。对，都可以。油仔粒就好像是你决定就好的这个感觉，我还蛮喜欢用的，蛮喜欢。一边拉屎一边哭，不要离开我，是怎样？有必要这样吗？你朋友的大便已经跟他相处2个礼拜都还没分离，太忠心了吧？这个大便，这个，请关心你朋友的肠道健康。现在开始每天晚上传讯息问你朋友大便了没，谢谢。比较急的感觉吗？我也不太确定哎。我觉得我刚刚表达的没有很好，所以我也不太确定。哇，乌龟鱼直接写诗哦，直接写台文诗是叫我要读的对。变看，我要安怎才会当等到你的爱？你讲变看，我看半天要是等袂到。水讲话了后，你咖啡色的爱都无去啊！好死！哪会这么伤心啊？读这个诗读到让我目屎流。其实蛮有趣的，好吧，我还蛮喜欢这个诗的，非常的有趣，感觉跟那个在白色的等待遗落了一部分的自己有同样的那种感觉哦，有诗意耶，确实有诗意，真不错。该请朋友吃烤地瓜了哦，是这样子吗？还是喝优酪乳？还是喝什么？每个人的方法不一样。我还有听说过喝玫瑰茶也是一种方法，是不是？我最近才听说的。我最近才听说有些人会选择喝手摇杯店的玫瑰茶，说那个是会让人容易排出一部分的自己，也不是一部分的自己啊，听起来好像很像那个拉到内脏出去，不是，没有到那么严重。对，但就是
好像听说过有这个偏方啊，不知道有没有用，我不知道，我没喝过。嗯，好耶，11点了，好下班，讲很多话了，大概5半9个不有开心吗？很久没跟我聊天了，开心吗？开心吗？不开心就不要讲出来，谢谢。塞菲尔冷静啊，塞菲尔，虽然那个生活在地下城可能有一些禁忌的知识，但是不可以啊。这边的时阵啊，上久无放晒，饭店会提迄个小药，你食有的是提。对对对对，有啊有啊，会给你软便剂嘛。好像说有些人就是这边啊，上过紧张，可能到新环境没办法，就是没办法正常的排出，对，就会需要开软便剂。听说是有这种，对。早餐直接喝大冰奶一定有用啊！确实，对，蛮多地方的冰奶茶都是喝下去都会有效果的。对，你们不要在我的聊天室聊这个，你们是怎样？我要下播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喜欢陈火蛇。你们好恐怖哦！你们怎么这样啊？我还没想好要去哪里降落啦，真是的，很烦欸。我还没想好要去哪里降落，就在那边跟我聊这种我不知道怎么办的话题，林家海狼就麻烦你该拿出塞菲尔的口头禅了，你真变态，实在是好，可以这样去哪？我想一下，还没想好。预防有人以为我下播了，我还是来切回来回一下大家。不降落吗？要降落啊！我还在找降落，大家不要紧张。然后嘞，第一次看火蛇直播，对不起啦，第一次看火蛇直播就都是晒，平常真的不是这样的，真的不是，平常都做一些有营养啊！我还没有宣传明天的直播，对，那个话题太恐怖了，就是吓到我忘记宣传一下。明天的直播是联动啦，明天晚上8点，对，明天晚上8点要那个开那个 Change My Mind 的2代，就是我会在公园里面摆一张桌子，然后上面写那个 Change My Mind， 然后就是邀请2代的人来跟我吵架，在这里吗？对，在这一台没有错，然后鼠快下播了，那我再看一下要去哪里。本来想说去那边呢，好，我看一下还有谁有在开台，很难选呢。对，然后对，明天晚上8点，简单来说要跟其他 VTuber 吵架，讲完了。是的，就是这样子。对，那大家可以来看哦。不知道我吵不吵得赢啊？对，那反正就是会有一些友善的交流就对了。没有错啊。好，那么明天看不了，好难过，没关系，那就再补档也可以啊，好，偏偏话题被中断了，因为有人聊得太刺激了，我受不了。对，谢谢塞菲尔厨师的甩锅。我得一个错鬼，带去人家的台吗？不可以，吸收了不少怪知识间赚烂了，太好了，学到了一些大便的台语，对吧？对吧？好，就爱看这种直播吵架，很好，明天一定要来，非常好看。好，那总之明天都开骂岛吗？好吧，多开骂岛多练习，吵不过别掉，哪有这样子的？不可以啦。对，吵不过就加入，也没有啦，反正明天就是一个互相说服嘛，毕竟就都是 change my mind 了，所以如果真的被说服的话，就真的会当场被说服，应该也蛮好玩的吧？是的，那就请大家明天晚上8点记得要来看，我自己还蛮期待的，第一次开这种我觉得很有趣的吵架企划。是的，吵不过就心结，就直接把人家投到壁那说没有啦，乱讲话没有啦。对，到时候就是答辩没有错，对，辩论大赛，是的。好，谢谢大家，请大家明天继续支持，明天应该很好看了，好，那就这样子咯，大家拜拜。真是搞不懂，大家都喜欢看些什么奇怪的谢谢大家，明天见。这里真的越来越奇怪了，